了两书啦，他就是讲为解释不忍心，为何不图进？上帝已是在，万我有何忍？不论是如何，我心喜欲过，阴然天作庭，要主其三斗。关于啦，太有意思安样。比较记得1973年哈，这本样哈林胜妹张国信啊，因为写青岛酷气娇气啦，我就唔会写出来啦。我相信弟辈啊，情感的动静啦。马上冇爱本样两沙向下研究咧不管感情的世界，亲人讲众心如意啦。以下有什么朋友？以下俩，我上俩就系浪漫的作家啦，俩真真爽啦。就像俩吴信荣真有名的作家，记得日本时头有写一篇《梦气子》俩散文啦。青岛人讲，哎呦，真强哦！不过洪信荣嘅日记翻译出来，大家长对洪信荣对佢本样青岛实在地方，我就讲，家本样嘅媒家对洪信荣冇感觉真好啦，去酒家啦交西妹啦，了对。我讲因是讲，也冇关系啦。我是讲，你读了文学文史比了社会的批判很难困难啦。记得反正看到感同时候咧，冇一定讲一天内问个中进啊，问个俺唔知啦。